你以为这样就走完阿鲁纳查雷什瓦拉寺庙了吗？不，我们还要到主殿外14公里范围的阿什达林嘎，那就是8座林嘎。对，是14公里的范围。这个庙的总面积有25英亩，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婆神庙，也就是南印度最受尊敬的古老庙之一。搭上同一个嘟嘟，我们就到个别的林嘎，鞋子就留在嘟嘟上，避免丢失。走去林嘎的时候是一个足疗呢，而且还要小心地上的黄金，不然就会变成另一种足疗哦。印度教中的 linga 的意思是湿婆神的象征，又或者是符号。所以我们先到 Indra Linga， 然后就到 Agni Linga、Yama Linga、Niruti Linga、Varuna Linga、Vayu Linga、Kubera Linga， 然后最后是 Isanya Linga。